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4月13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花莲地当搜救行动，即阵找到技术失联的货车驾驶，家属已经挂到殡仪馆。也那三卡当报道因为受过危险，搜救先暂停。另外，伊昨做表决，不过落尾有人发现，当伫咧中国无出席表决的国民党立委罗冠义，竟然有投票的记录。金门透早因为大雾影响小三通的航线，有船帮停航，上期机场也有4班飞机延前，9点左右才陆续恢复正常。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彰化伫今仔日下晡，警方伫咧约嫌犯的过程，疑似有警察开枪，单调一个外籍移工，佮有家己的同事。救援人员到场，甲2个受伤的人送病院，加在2个人拢有意识。今日下晡3点半左右，彰化县和美分局桃厝派出所的警察到新港文江北街甲兴港路附近，要调查可疑的外籍移工的时，过程当中有警察互相开枪，造成另外一个姓李的警察倒手并的手骨断掉，佮有一个45岁的外籍移工倒并胸坎互断掉，分别送到2间病院急救。详细的事故原因，警方正在调查。所来关心花莲大地当搜救人员即阵伫咧中和矿场找到技术细小的失联货车驾驶，家属即阵已经赶到花莲殡仪馆等待检方勘验代替。也那伫咧三卡当步道一直放山落石，甚至佫发生搜救人员受困，加在即阵已经安全。不过三卡当步道的搜救行动是先暂停。另外，伫咧天王车大楼，继续拆。下晡工程人员是出动高空的工程车，顺利将大楼内底的猫仔救出来。搜救人员准备将技术线小司机的遗体运落山。中和矿场搜救出现进展，13中昼11点外，先发现货车驾驶座，随后就找到遗体运落山。线小司机的家属也赶去花莲殡仪馆。家属无愿意加讲检方勘验遗体了后，也会暂时并存伫花莲殡仪馆。另外一边，搜索斯卡当报道失联新加坡红阿堡的工作所在都出现崩塌的意外。搜救队伫通过1.8公里大水沟了后，突然发生大崩塌，8名搜救人员捌受困，搜救任务暂停。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任务会先去看哪一个地方如果有落石的时候，我们会躲哪里。所以刚好我们搜寻一半的时候，大量的落石就分配出来。所以我们集体就直接往水里跳，水潭在那边，所以我们躲在那边反而会是更安全。消防局表示，专案平安回来，也毋考虑继续发生落石，则是斯卡当搜救任务也先暂停。那天王青大楼跳图作业继续进行，13下昼传出好消息，工程人员出动高空作业车，顺利将一只受困的猫仔救出来，未来会加紧跳图的脚步。大钢牙有换了比较大只的夹子，换成4吨的。所以已经在开始加速拆除作业，左右各一台那种破碎机会协助一起进行。主管回收场放一大堆毁损的水塔，水电公司的修线电话也是接袂离，加上大型车辆暂时无法度行驶苏花公路，民众想要直接换新水塔也是未付经营。师傅不是很好叫，就是找认识的那个友情帮忙，1个小时就卖了20几颗，就卖到没有库。官府表示，当地研究敢是要用现款补助民众买水塔。918当例子哈，一般生活在修缮的部分是5000，那在水塔部分因应物价的部分有调高到1万块。官府提醒受灾民众水塔单调进前，要先翕相记录保存，未来才会当举证请款。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市树林区溪山里是无一般的水道水通用，因使用的是家己设的系统，因当地溪水互里面使用。但是最近疑似发生水质污染，地数加百的里面遭白。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检验水质，发现确实有2个所在的水质无合格，按算明仔载早时加药啊消毒。不过当地里长也是希望通洗水道水的系统较安全。
原水池伫海拔330公尺左右，国家坎流出来水真清。溪山底另外一个水源是伫天溪二桥，大肠甘昆群送达搁较悬，12产油检测结果是5800 mpn， 超过饮用水标准真济。为维护用水安全，北水处表示拜日会去加油消毒。我们现在初步的规划就是说，用一种滤定，好，就是加氯消毒，给它悬挂在我们的配水池里面，让它慢慢的去稀释，也不要太高，但是也要保持一定的这个雨露量，能够确保这个管线里面的这个饮用水是安全无虞的。溪山底地势悬地区段用的是自来水源系统，不是北水处相应的自来水系统。里长表示会通知里民要加油，不过也指出里内自来水净水场快着用袂着，希望市府应协助建置，保障里民的健康。阮的里民拢讲，逐天看到自来水伫咧遐，咱拢无自来水然后食，我们是二等公民吗？所以当然我拜托蒋市长赶快，编一些经费做专案还是怎么样处理。目前用水改善补助已经提悬到1户90万，不过里长表示，8月号加起来可能也无够建设，希望台北市府应专案处理。另外，大肠杆菌超过标准，相关单位建议爱主管家用。有医师表示，为毒素耐热，加热时间爱5分钟甚至2点钟，脑记录应考虑啉的水用买的。记者综合报道。市药署统计，连锁的素食业者库拉苏氏为今年初到4月11，已经有8件技术食物中毒的通报。12开始是要求各地方政府要稽查管区内底的各分店。库拉苏氏的总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政府，但是因也强调，因对食品安全甲卫生管理拢有真顶真的规范。卫生局人员到库拉苏市伫时代大道的分店稽查，全国乡有6间分店，检查了发现3间合格，另外3间有部分环境素质要改善。3家限期改善，包含冷冻冷藏未定期除霜，保温台温度未符合热藏温度，即时供食之熟食区热藏温度未检测。市府表示，因为互人通报真济技术食物中毒案，高雄配合中央稽查合区内分店，查获重点有作业环境、工作人员健康实在来源、文件保存甲产品质检险等项目，无合格部分已经要求限期改善。真的吃才有问题，就可能有时候吃会吃得出来啊。然后他现在出事，他应该会更注意啦。有消费者认为，疑似食物中毒的通报案件大部分伫北部，对南部的分店也是有信心。小苏表示，55间分店按算一礼拜来查完，各地检查时间无同，尚无详细的数据提供。总公司也声明表示，支持政府捍卫食安、确保健康的相关措施，会全力配合。也理解北部2间店暂停营业是有风险安全管理措施，内部食安控管甲卫生管理拢有严格规范。对于卫生局指出的缺失会赶紧改善。公司也继续落实品质甲卫生管理规范。记者综合报道。金门今日透早因为大雾影响小三通的航线，其中有一帮船停航600外的旅客拢喺等待后补的名额，到下晡人阵才豆豆受解决。另外，伫咧上期机场也有4班飞机延前，换300的旅客受影响。加在伫咧9点左右，网部陆续开始线，交通是陆续恢复正常。金门小三通的码头，做摆旅客客甲10通通，13透早金门地区各大网务，因为能见度比200公尺较低。金门县港务处发出公告。金门来往5通航线为8点开始停航，原本已经到码头准备坐船旅客，今日踮伫码头大厅看运气等复航，造成很大的困扰啊！大家旅客大家都心急如焚啊，大家旅程就被打乱掉。好佳在大雾9点外开始散去，港务处评估能见度已经到开航的标准，为10点10分恢复航班正常。不过因为大雾影响，有一个航班延后，也有一个航班停航，所以有600外旅客爱伫现场候补，一直到下晡3点左右，候补的人才疏解。只有停了1班，因为我们第1班基本上都会开，所以我们10点10分复航以后，第1班还是有开，所以停航的是第2班10点的那一班。现场旅客候补有600多号。
受大雾影响，还有金门上机机场有4架航班延误，影响将近300人。大雾散去了后，也恢复正常起工。金门气象站表示，这摆南风大来，湿凉天气有可会继续到10号方面落南。这段时间，金门地区开户低温或者是大雾，影响能见度。提醒要坐飞机坐船的旅客，要注意航班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关系法45周年，准副总统萧美琴今仔日再次伫论坛活动讲，美国各界对台湾的支持是坚定稳健。即阵面对俄乌战争、以巴冲突这款世界的变局，各界也真关心台湾甲中国之间的经济发展。萧美琴认为，台湾必须要提供通予世界各国信任的稳定环境。萧部内阁名单满意吗？外交方面未来会协助林佳龙吗？外界放大检视新内阁的人事，准副总统萧美琴好心情拢写伫面的。13出席台湾关系法45周年复活会的论坛，针对台湾关系法是代表台美深化关系的基石。萧美琴致辞的时阵讲，美界各国形容对台湾的支持真坚定，台湾往那表演世界良性的力量。即马台美共同面临新变局嘅挑战，包括俄乌战争、以巴冲突、红海危机等等，也加中共积极投射军力，对台文攻武吓，台美关系会当稳健发展，维持真顺的管道。萧美琴讲，这主要的功劳拢是总统蔡英文。蔡英文总统稳健的领导风格，也让台美之间维持非常畅通的沟通管道。也达到零意外的相互信任。台湾面临安全的威胁，一寡外国企业、投资者关心台海局势。萧美琴表示，台湾需要提供一当信任的稳定环境。准总统赖清德有这个能力，和台湾贡献区域欢迎，提出4大基调的主张，亲像台湾会积极强化国防实力，先自助才有人助。美方原来有提供一寡协助，包括传统军售、总统提用权、外国军事用资、国际军事教育甲训练。萧美琴认为，爱伫2年攻守加进退当中，找到台湾上介好的生存甲发展路线。Today, we're here to celebrate 45 years of Taiwan Relations Act. I'm not sure how long we'll be able to continue 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ies of DRA. Why do I say that? I worry that Xi Jinping might be preparing to take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Taiwan. 若是赖清德再去到台南土城正统六里门圣母庙出席妈祖銮桥出巡主岁桥的起驾，赖清德伫台南市长黄伟哲甲立委的陪伴亲身来扶桥出巡。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昨针对民进党团提出的3个年金改革相关复议案表决，3摆投票结果拢是平手。落尾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参与投票，国民党团才胜利。但是即阵有人发现，国民党的立委罗冠毅当伫咧中国无出席投票，所有投票的记录。民进党团即期是有人动骹手。立法院12发生表决大战，针对民进党团提出年金改革相关3个复议案进行表决，哪粒阵营拢发动假动，民进党团无表态无投票，也毋过哪粒拢有人无出席，造成投票过程罕见3摆平手。第一案表决，国民党伫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出面投票，以48票比47票惊险胜出。第二、第3案表决阁平手，立法院长韩国瑜头一摆动用主席蔡国权投下关键反对票，挡住民进党复议案刷压。国民党立委罗冠毅无伫国内所有投票，引起不在籍投票争议。如同选票一般的表决卡，议事人员为什么会发给人不在现场，而是远在中国的卢宪英委员？而这张票又是谁代替他来投下去？民进党团指控只有委员签到，确定是本人才会当摕到表决卡。不过罗冠毅人伫中国所会当投票有做票嫌疑，对此罗冠毅回应对投票记录拢唔知影。国民党团表示罗冠毅无在场，也无影响投票结果。那安怎会当投票是交予技术处说明。
恐怕彻查倒霉的还是议事人员，所以民进党要做无限上纲，恐怕这没有办法栽赃到国民党的立委里面。民主进步党不要表决输人，然后就在那边又哭又闹，怨天怪地，好像别人都欠他们一样。复议案有20人以上人数，各有表决器，也是投票器，民众方式表决。也毋过过去就发生拿着议会第二表决器前期，包括2016年国民党廖国栋替王金平第二表决器，2019年民进党吴思瑶也红，也出一个人质4票，黄多平指控第二就是作弊，也毋过只有口头告诫，无法就要素，无法度导致外红。那你如果今天去做代案的部分，不仅是造成了这些表决的结果是不公平、是作弊的状况之下，这可能甚至会延伸，我们认为都有一些刑责上，我们未来要去追究。针对讲是有人冒名领卡，民进党团要求撤查。江多平认为，立委发出国会改革，迄件行政单位表示国会，毋过自身爱落实立委职权，才袂互国际看笑话。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嘛绕境回銮昨暗到彰化市，不过时间是延迟2点钟以上。到永乐街天后宫主驾已经过饭点咯，所以所伫这个马祖的銮桥，敢若主驾2分钟就搁再出发，创下史上上短时间的主驾纪录。12号暗时啊，大甲妈绕境回銮第7天，马祖銮桥进入彰化市区。原本约定东暗9点半就要自驾永乐街天后宫，不过因为沿途迎接的信徒伤济，加上真侪民众软桥卡，互行程大延误。到天后宫的时间已经是13号半暝0点5分，整整慢了2点半钟。我要弄那个看这边没有办法钻了，这边没有办法钻哦。等一下，这边没有办法钻。你退后，你小心哦，不要踩到。往前面走，往前面走，不要倒退走。原本大甲妈銮桥约定要自驾永乐街天后宫点半钟，但是因为时间伤晚，为了要耽误后续的行程，上尾敢若自驾2分钟就起驾出发，创下上短自驾时间纪录。为了防止抢劫冲突，彰化警方早就伫咧永乐街2边的人行道架起600边的车挡，也有大批警力维护秩序。不过嘛是有一寡杀来杀去的状况，上尾去互警方阻止。太急了，我们在排队的，太急了，排队了。哎，红色的去后面，红色的去后面，刚刚给他票了，干什么？经过一暗的赶路，13号拜六天光，大甲妈銮桥已经进入台中市。不过沿途嘛是有真侪民众软桥卡，预计礼拜下晡3点会来设大甲市区，东暗11点会到镇南宫安坐。台中警方嘛已经规划大甲妈绕境上尾2天，出动1200名的警力来疏导交通。记者台中彰化综合报道。彰化县东安寮12庄车马祖伫13、142天举办，来自福兴、保盐、隔江12庄15个角头，天拍不光就开始准备，要前往鹿港天后宫甲新祖宫车马祖。早期因为恐吓严重，民众是歹正做，就作为车马祖来庄内绕境求护，是一个已经要200年历史的活动咯。马车路的顶头，一个接一个，准备要去鹿港天后宫甲新祖宫供请天上圣庙。彰化县东安寮12庄车马祖，单年活动由12庄15个角头轮流办理，到今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东安寮福安宫，阮是发起的宫庙，也嘛是讲早期的信仰中心啦。所以讲，阮是永远的副驾。啊，到尾啊，有个2庄叫做小公馆，咱啊车马祖就是伫小公馆2天就分别就是伫咱社要慈安宫食中午，过来就是咱保盐普安宫来食中午。苏当时，清朝先民来中华复兴产保盐开垦，沿用原乡地名东安。早年考荒严重，农民海正做东安寮12庄联合车马祖来庄内绕境救护。随后，车马祖的仪式就延续到今，其中世代相传的大总理，今嘛已经传到第8代。到我遮即马算第8代，第8代要200年咯，这嘛有教育的。真好一个囡仔来来这咱的信仰咱来饮水思源。传统的顶头，政府需要恢复的，因为较早12庄车马祖各庄就是拢有家己的顶头，即马时代无同了，就是因为顶头落去请这个专业的。
东安寮12庄请妈祖2014年列做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今年活动伫4月13、14两天举办。东安寮文化协会嘛摒细传承西镇八音吹等等，望妈祖了境结合传统艺阵，和民俗文化会当代代传。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当天新竹县北部乡拢有一个游工会庆典，4000外人手提火把，象征族群团结，是北部特殊的客家传统。今年乡公所也举办摇摇比赛的展览，咱即卖也做伙来看卖。 4000外人手提火把，行在北部大街，场面看起来真热烈。旧历正月15是新竹县北部乡游港会庆典，逐年拢起不少人来参加活动。乡公所搁特别举办摄影比赛，希望把珍贵的画面拢记录落来。影像纪录展最主要也是希望在活动之后，那可以让这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或者是精神可以延续。那除了照片之外，那也有当天的活动的影像的部分，那可以让大家再次的感受正月15游港火的一个不一样的元宵节活动。今年总共有253件的作品参加比赛，第一名是来自德东高中的老师。 伊讲来参加游港火活动，让人真感动。我看到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当你看到所有的乡民都是自发性的从四面八方涌过来集合的时候，那个整个画面真的蛮震撼。会像这样，就好像那个火龙在环绕着整个他们的信仰中心那样的感觉。专家有拍摄出非常多美丽的照片，将来也可以作为我们北土然后留下一个永恒美好的一个回忆。 比赛现场除了电影作品，还有纪录片，内面拢是非常珍贵的记录。目前在田南宫影像纪念馆展出到6月30，邀请大家有闲做伙来感受北部才有的特色文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踮伫咧台湾的东南亚新住民人数是愈来愈多，部分新住民是过来台湾，侪人除了爱换家庭以外，也爱换经济。 高雄的正修科技大学即阵请这的新住民来为大学生小解东南亚的食食甲文化，学校也为因开课协助因来考台湾的证照。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拜六暗时7点半要带观众朋友来看新住民伫台湾拍拼的故事。哦，那只是我们要晾鱼露，我们把一些脏的东西让它跑水一下，就让它这样子，你就这样给它动一动。底下参加盐加一寡香料悄悄的。 伫高雄正修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系教授，新住民姊妹甲学生囡仔做东南亚的调味料鱼露，这嘛是学校这篇社会大学责任 USR 计划案内底其中一个项目，或者大学生认捌多元的饮食文化。我想要甲鱼露这个物件，互全台湾人也知影，伊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吼。毋好大家若听到鱼露，就甲边仔垫起，啊，我食的时阵，佮感觉足好食。 根据2024年2月统计，为东南亚来新住民姊妹仔，就超过17万人。这人大部分爱顾家庭，嘛爱换经济。透过 USR 计划，学校开证照专班，辅导因提证照，增加一个新的技能。他们说，以前你不会煮那个油饭了，现在你煮不错事了。每次我煮的那种老狗狗的变成一头那种了，现在煮赞了。 可能嘛，无一定因着爱食即个头路，啊，毋过上无像我讲，伊讲因大家对伊较好，因翁婿对伊即马加较好吼，啊，囡仔会敢甲便当摕去学校食。这几年来，王宝秀甲伊的团队伫高雄新住民比例真悬的基点，做真侪文化推广的活动，嘛甲因斗相共解决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问题，帮助这点相对弱势的族群伫外地好好过日。 很少人跟我说你要照顾自己，很少。可是这个老师真的，他对我很好。大学生走出校园，了解在地需求，有对话才有理解，才有改变社会、解决问题的可能。记者吴定武、林建如高雄采访报道。 今仔日真烧热，明仔载的天气也是稳定，各日头的高温通到31度左右。尤其伫咧台南、高雄等等南部地区，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后礼拜1到后礼拜3会有风面，水汽到时会变高。北部、东半部也阁有中部的山区，就要注意短暂阵雨。也若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日头的详细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中部地区22度到33度，南部地区23度到34度，东部地区22度到31度，外岛地区18度到29度。接落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柯碧君。稍等下下继续收看台记台青春等的网，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